讲述一个关于埃隆·马斯克的故事，可以涉及他多方面的创新和事业，比如他在电动汽车、太空探索、可再生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贡献。我会创造一个简短的故事概要，从南非的一个梦想家到全球科技创新的先锋，埃隆·马斯克的旅程是对人类潜力的一次壮丽展示。在他年轻时，马斯克就对太空、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充满了浓厚的兴趣。这些不仅仅是孩提时代的梦想，他们成为了他一生追求的目标。他的第一个大型创业项目 Zip2 是一个为报纸提供在线内容和导航的服务，最终以3.07亿美元的价格出售。这是马斯克事业早期的一个转折点。随后，他创立了 XCOM， 一个在线支付平台，后来发展成为今天我们所知的 PayPal。然而，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。马斯克将他的视野投向了太空，成立了 SpaceX， 目标是让太空旅行更加经济实惠，最终实现人类定居火星的梦想。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创新， SpaceX 成功发射了多枚火箭，包括重复使用的猎鹰9号，这在太空探索史上是一个里程碑。与此同时，马斯克并没有忽视地球上的问题，他创立了特斯拉汽车，目的是加速世界向可再生能源过渡。特斯拉的电动汽车不仅仅是为了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，他们还旨在彻底改变我们对交通工具的看法。此外，马斯克还参与了 Solar City 和 Neuralink 的创立，前者旨在通过太阳能改善家庭和企业的能源使用，后者则探索人脑与计算机的接口，可能彻底改变人类与技术的互动方式。埃隆·马斯克的故事是关于勇气、创新和不懈追求梦想的故事。他证明了，即使是最大胆的想象，只要有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创新，也能变为现实。